南北差別，廣東佬同北佬價值觀嘅差別就在於北佬更加重視高大上管理者嘅面子感受，而廣東佬就更加重視大多數普通市民、勞動人民嘅女子感受。一代宗師電影裏邊為咗面子犧牲女子，講嘅就係呢種現實。其實誰對誰錯，歷史一定會有公論，都離唔開鄧公嘅4個字：實事求是。中國平民百姓幾千年如一日，都要為咗統治者、為咗美國佬、外國人去做生做死。公平對我哋嚟講，實際上係唔存在嘅。無論農民起義、民主革命，都改變唔到呢個宿命。點解呢？因為人民從來就唔係呢個國家嘅公民。公民喺西方社會嘅概念，實在係高到我哋中國人冇辦法理解。一個除咗食飽飯就冇乜追求嘅民族，需要公民嚟做乜呢？簡單嚟講，呢個文明從來只有2種人：統治者同人民，根本就冇公民呢樣嘢。一旦觸碰到統治者嘅真正利益，你就冇講嘢嘅自由。人民嘅義務就係為咗人哋而苦苦生存，領導權從來就只係掌握喺人哋嘅手中。點解我哋要永遠陷入呢種宿命而不能自拔呢？因為呢種宿命，所以我哋只能夠寄希望於嗰班北佬同埋佢哋嘅5毛粉，多啲睜眼看人民，唔好為咗自己嘅面子，無視人民嘅生活艱辛，犧牲我哋人民嘅利益嚟追求一啲冇必要嘅面子優勢，犧牲我哋人民嘅利益嚟追求一啲冇必要嘅面子優勢。最後令呢個國家一次又一次搞到積重難返，進入大洗牌、大困難。飛仔哥唔係管理者，更加冇參政嘅權力。不過我哋語言工作者可以從粵語嘅人民性嚟實踐我哋廣東人嘅價值觀同平等嘅理想。粵語因為我哋嘅平等精神同北佬同嗰班統治者嘅治理理念存在根本矛盾而被打壓。唔該大家趁自己有能力就支持我哋呢種平民嘅語言，人人平等嘅語言，唔好等呢個國家，等我哋嘅子孫進入非此則彼嘅選擇。人民只能夠喺統治者同平民之間做選擇，冇得揀。呢種等級觀念同現實只會導致社會越嚟越唔公平，人民越嚟越